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一边个保佑阮组织的教会，透过阮的服侍，带领兄弟姊妹来敬拜学你。愿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帮助阮伫未来的路程有主你常常甲阮同在。愿信心引带阮今日的敬拜，阮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今日教会三见面。其实咱逐天起床的时阵，第一就是爱感谢上帝。咱起来有活命起来，可以常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是神给我们的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上帝。今仔日是安息日，咱阁会当备办咱的心来到教会来敬拜伊。伫咱礼拜的大心，咱先来传递信息。请咱掀开信息92首，请来中信信徒信息92首，信息92，本来，请来中信信徒。请咱掀开474首，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来。请咱掀开启应文第9篇，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9篇，伫第14页。14页中央的所在中间1、2、3、4、5、第7节，第7节。毋通亲像马，咱拢甲读做。即个咱若咧启用的时，拢读无共声，吼。即马是骡，无亲像马，骡因无知识，因无知识。咱即阵咱大家念一摆，敢无？毋通亲像马，骡因无知识。好，以上。咱练习到这，请咱准备心来今仔日的敬拜。
普天的中午摇花大声欢喜，着欢喜释放摇花，出欢喜的声来到伊面前，着入伊的门感谢，入伊的院学乐，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咱来用圣诗学乐，圣诗第92首，圣诗92首，请来忠信信徒，请咱起立来吟。请来忠信信徒，快乐的勇气，请来，请领来，你告别的经，来叫的主，你的苦忙出息，请来大家敬拜你，请来大家敬拜你，请来大家敬拜你，我主的歌。就是真心对歌所出境，你看一幕有个是如刚心，兄弟心条，我们手中出息，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我主的歌。在流出光，流光以后路引，滴滴心向来明代的表音心，经过的所证，应当为主我力，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我主的歌。万众努力，一直立即出现，要说你名就称赞更归你，天地心条，都将我的主心，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将来大家敬拜你，我主请咱继续听着，咱做伙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怎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来到读启应文，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
咱三个来起应。过世得着赦免，罪过得着也堪的。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干柴的。我真正的时，我的骨头枯干。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见若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就祈祷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使命为我。我要注目看你，来劝诫你。就用马甲姜，要勒索的约束伊。歹人受济济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共心来到主上帝面前来祈祷。至圣至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我要用欢喜的心来到你面前学罗你。你是早就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大主宰。你的慈爱永远达阮伫地，你的阳光充满阮四周围。主啊，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即礼拜中间，虽然有挑战甲劳苦，但是你有保守阮逐人平安。感谢你，互阮即个时刻会通做伙组织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就互阮的心灵得到休困甲讨放。主啊，我若要为着有失去亲人、失去健康、失去毋望的兄弟姊妹，求你的圣灵亲自做因的安慰者。求你，互阮知影，虽然乌云盖着日头，但是日头同款伫地。虽然因为艰苦会流目屎，但是主，你自头到尾，拢牵着阮的手，一步一步拢无离开阮，会安慰阮。主啊，求你赦免阮的软弱，阮有时伫言语、行为，也是伫心思意念有得罪你、得罪人的所在。求主利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有一个清气的心，用心甲你和好。恳求主圣灵即时亲自降临伫阮中间，求你手术智慧，互传讲信息的牧师，互听的会友心门拍开，互牧师所讲的每一句话，拢带有活命的力量，互阮听了以后，心灵得到帮助，眼光得到清明，重担得到放落，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真正得到活命的救赎。主啊，求你引带阮未来脚步，互阮毋但是听道理的人，是迄个去行道理的人。主啊，求你也教示阮，要安怎伫这混乱的世界，行出合你心意的道路。互阮离开礼拜堂以后，互阮的目睭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互阮的手会当伸出温暖的行动去帮助别人，互阮的脚步会当行公义甲真理顶面，互阮的所行甲所做
毋是为了要展现家己，是要为着荣耀主的名，互人看见阮，是亲像看见耶稣的疼伫阮身上显现。阮要伫家庭、伫工作场所、伫社会，拢会当照你的心意，行事合宜，做光做盐，活出基督的香味来。阮真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学老新歌队今日学老的诗歌是形式合宜。愿咱所行所做，拢合主旨意，咱就会当得到祝福。咱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申命记8章11节到20节，申命记8章11节到20节。
咱来看周报后面，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法度、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行了，你已经食饱，已经去水的厝内徛起，你的牛羊加添，你的金银加添，你所有的拢加添。迄时你的心自高，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带你对埃及地这罗在家出来的。伊带你经过迄个大、阁通行的旷野，也有火蛇、结辣虫、大树无水的地。伊捌为着你，互水对顶的石盘流出来。阁伫旷野，将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养饲你，是要互你谦卑试验你，互你到尾得到福气。行了，你心内想讲，得到这个大基业是对我的亏力，我的手的能力。总是你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基业的亏力，是伊予你。伊要将伊所对你的列祖就抓约，亲像今仔日的款。将来你若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坦白的上帝服侍伊、敬拜伊，我今仔日严严警戒恁，恁的确袂无。耶和华伫恁的面前所袂无遐个国，恁也要安尼袂无。因为恁毋听耶和华恁上帝话。请牧师进台题目是3令5申，时间到，牧师。各位学者，大家平安。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竞选呼召，阮阁组织你，奉你名所设立的教会。愿你敬拜阿罗你，愿你信心的大开力来帮助扶持阮。扶持现在你辛苦悲痛忧伤的兄弟姊妹，你来帮助阮。当阮路真顺的时阵，你的话真做境界，阮有真有力量来帮助阮。愿信心的大开来帮助阮，今仔日。开阔阮的心，你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讲话，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是农历11月30，11月30意思就是讲，过一个月，过一个月就是新春礼拜。牧师伫这个新年头、旧年尾，用3令5申，华语叫做3令5申的这个成语啊。最主题牧师嘛感觉真有意义。牧师就去查过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查过的令就有命令，迄申就是有解释，代表你一个信用团体或者另外一个所在，不断地提醒强调爱注意。新的一年虽然咱大家拢充满愿望过去好过去啊！新的一年拢有真有愿望咱建成教会的新的一年嘛有真侪新的生命要出世恭喜咱遮一年头武龙甲丽娟恁阁做阿嬷阿公阿公嘛真紧真紧有几个婉柔子瑜。你咱即摆台湾是全球出生率上低，咱建成教会真有贡献。我们把出生率拉高嘛有真侪人伫各式个咧转换。牧师第一遍开始要做阿公，这个身份的转变，我嘛真欢喜真欢喜。这2天嘛有人咧考大学，充满愿望。今年咱嘛有兄弟姊妹要结婚。
有人转换跑道新的职场，有人买车换厝，要出国旅游等等，拢真有愿望。但是咱也知影，新的一年毋是仅有好的代志发生，嘛是同款有真多挑战，拥有艰难甲困苦，甚至咱讲无常，突然间临到咱的身躯边啊。因为牧师伫元旦迄天就开始咧走病院啊，去探望大病的会友，甚至今年还未，这个月是还未过2礼拜啊尔，牧师已经走殡仪馆走几啊逝。嘛陆续知影有真侪兄弟姊妹因有意外，身躯病痛的代志，需要来关心甲带导。新的一年，咱需要有真正有上帝的真理，不断伫咱的头前来引带咱、提醒咱，将在咱头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互咱通较安稳徛在是2026年。但是咱咧知影，咱要一直记得上帝教示这项代志真困难。昨昏中即回咧讨论即摆的囡仔。受手机的影响有够大的，莫讲因咱大人嘛是同款。出门的时阵已经出门到一半，发现手机没带，什么反应？搁转去摕手机，一定搁摕手机哦。无手机无法度，咱毋是囡仔囡仔好受控制。老人嘛是同款，所以咱要会记得上帝教示这项代志无简单，咱拢受真多外在会来影响咱。记着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呐，袂记的是什么意思？我袂记得过去的物件，还是呐袂记得应该爱记的代志啊！我袂记得今日是礼拜，爱来做礼拜，袂记的。伫咱生命的路程的中间，路程的过程，袂记这2字，对于细汉就跟对咱到年老啊。细汉的时阵，无管咱父母还是老师，拢安尼讲，咱拄则讲过，你就搁袂记啊？你是挑工的哦，是毋是？渐渐出社会，成家立业，袂记这2项感觉嘛出现。特别是上司对下属的指责，讲过好几百遍的事情，你老是忘记，这不是你的专业吗？你当然大把你袂记。所以看来，袂记这2项，指的是负面的事情较侪。但是咱知影有一寡人真正是某一个情形是，伊是真正袂记的，真无用啊！牧师本只顶礼拜几，那对面的牙科也好洗牙，但是迄天因为无用爱珍婆婆的代志，已经超过洗牙时间袂记的，紧打电话去甲取消，因为有真无用的代志，真侪咱袂记的。真正咱身躯病痛，咱年老的时阵，咱讲长辈年老的时阵，因才会忘东忘西，伊毋是挑工的。但是咱知影有真侪人选择故意忘记，故意挑工也袂记的。咱知影，你看即摆酒驾，咱就知影袂使酒驾，你啉酒就袂阁酒驾，偌侪人嘛是共款，明知故犯。咱嘛知影伫咱台北市我想讨厌的是假婚。可能牧师不抽烟，那个烟味我觉得在场很多人应该都不抽烟那个烟味只要很远我都闻到。假婚的人佫真奇怪，伊就知影嘛，你就一个所在好好食，伊佫一边走一边抽。听讲台北市政府想要打造一个无烟的城市，跟东京一样。有法度的时阵，牧师感觉真好，真好。这几天你学测，有的人会考试会作弊，欺骗，不是诈骗哦，我讲欺骗哦。人甲人之间欺骗，
欺骗无老实。袂记这项代志，毋是去影响家己，嘛是影响你的家庭，甚至影响信仰团体人甲人之间的冲突，甚至一个国家的兴起甲败坏，国家这个拢有关系。咱对今仔日的经文背景，互咱知影，以色列这群上帝的子民，是设立容易受罪恶的引诱，诚做贪婪、自私、骄傲的人。上帝其实并且以色列百姓，甲我了解因。上帝永远会记得，咱人会袂记的，但是上帝会永远会记的。所以上帝对咱袂过分的要求，牧师嘛毋敢对大家真过分的要求。你今仔日若真正袂记的来教会，牧师嘛袂在你处罚啦。可能会在你赖关心的发生什么事吗？一定要后面要加个吗？代表呢，不是太严格。你发生什么事吗？你为什么没来？我说，咱人会乱了。上帝嘛是上帝记得，因为咱人的人性的乱了。所以伊个不断提醒以色列百姓，唔通袂记的，唔通袂记的，唔通袂记的，因为真重要。牧师讲3遍。那好像今仔日的经文15、16到16节，咱等下做回来读15节到16节，讲到上帝过去为以色列所做一切的代志，但是因上帝叫唔通袂记，但是因拢放袂记的。咱做回来读15节、16节，来请因带恁经过迄个大过通行的旷野，遐有火蛇、因虫、高大的活水的地。一般为着你河水底顶的石盘捞出来，搁伫旷野将你的列祖所毋捌的玛纳养饲你，是要互你谦卑试验你，互你到尾得到福气。到尾得到福气，上帝是要咱得到福气的。旷野火蛇，那烟仔糖就是狮子啦，玛纳，互咱有玛纳，这个物件会使知呐，知咱过去咱所拄着，咱即摆有60岁人、70岁、80岁人，咱常常来讲，过去咱拄着真多的艰难，但是上帝怎有在咱保守，甚至伫迄中间在咱操练咱。上帝毋是今仔保守尔，上帝要操练咱，在咱的棱棱角角在咱切掉，最后伊要束缚互咱。相信兄弟姊妹对于细汉伫主日学，还是牧师的讲道的中间，就一直伫听这个上帝的故事，听上帝如何救赎以色列的百姓的故事，带因出埃及，过红海，伫旷野，最后进入上帝应允互因的迦南水的土地。其实上帝拯救的故事，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如果这个故事是较早的故事，咱甲现在无关联，安尼咱读圣经从哪？咱对这个信仰对咱就无什么意思啊。如果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起诉教会，救赎世间人，互人有长头生的机会啊！牧师知影，现在做嘛是有真侪无信主的牧徒友。来咱教会来开始来慢慢来听道理。请问咱检查有想过，如今你我有法度坐伫遮，诚做基督徒，诚做主内兄弟姊妹，诚做上帝的囝儿，检查毋是上帝的救赎吗？毋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吗？信仰甲咱一生的性命是连做伙。牧师常常回想过去，大家讲第一代的人，大家拢先羡慕，很多人都羡慕第一代的信徒。但是阮第一代的信徒嘛，真羡慕恁2、3代，还佫有4、5代的基督徒。牧师常常回想过去迄段无人知，迄段人生的目标是啥物？唔知影人生的目标是啥物？只要针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会存日使，
驶来驶去的日子，我知亲像有好看头，其实内的心底是非常的空虚啊。这款的空虚，咱每一个人你家己拢知影，就是咱现在你即摆是有听上帝啊无？其实咱是家知，咱拢家己知影。咱是上帝的拯救、怜悯甲恩典，无条件的听。大牧师来到这个上帝的家教会，享受兄弟姊妹团契之间迄个听。现在牧师，我感觉一定会真可怜。你信主11年后，上帝呼召我成做传教者，无有上帝羊群。牧师唔敢放袂记，放袂记上帝救赎的恩典来拒绝上帝要来呼召我这项代志。直到牧师愿意放下世间的追求，13年来战战兢兢。你这个讲台传讲上帝话，甲来无有上帝羊群。兄弟姊妹，但是有时咱的生活中间，咱会无小心知影，咱无小心就亲像以色列百姓受引诱啊，咱渐渐都袂记诶，袂记上帝过去救赎咱的恩典。特别是当咱亲像经文12节甲13节所讲的遐物件的时阵，咱做伙来读。当咱有经文12节甲13节拥有这物件的时阵，咱真紧就知上帝放袂记的。来，咱做伙来读来12节甲13节来请。行了，你已经食饱，已经去水的厝内徛起，你的有羊加添，你的经文加添，你所有的拢加添。这是你的心足够。来，到这。金文触体，有羊食饱，这一切上帝拢要赏赐予你，你敢毋知？上帝疼惜以色列百姓，为以色列百姓真正好的真正，当然嘛是要上好的拢赏赐予因。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备办老年甲严密的所在，互因毋可亲像伫旷野安尼迄个生活。上帝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安稳的生活。上帝嘛疼惜照伊的款式创造世间的每一个人。愿意上好来赏赐予因，但是咱看到人的心的败坏超过咱的想象，竟然是这容易就是败坏掉。特别是拄仔咱讲12节到13节，当咱有这物件的时阵，咱真容易就是离开上帝啊！离开上帝界面法度如来，然后含入亲像经文14节哦，拄则哈那个正会长要读的14节，咱做伙来读14节啊，14节哈，来咱来请，迄时你的心自古会袂记你耶和华你的上帝，就是带你对埃及地水路财的家出来的。这是信仰重大的挑战的所在啊，嘛是牧师真挑战的所在。什么所在？牧师真正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常常有家庭礼拜。什么家庭礼拜？入厝的家庭礼拜，安尼好无？咱几个想要好安尼？哦，然后牧师迄阵生意失败，然后开公司的时阵，我嘛请阮迄阵阮的牧师去做开工礼拜，我真欢喜要咱人分享。哦，牧师嘛是恁若要做日厝礼拜，我嘛真欢喜。牧师嘛看了，我嘛愿意看了兄弟姊妹听伊讲哇，考好的学校，哦，但是我惊伊考好的学校都毋来教会啊，你知毋知？哦，趁较好的，趁较侪钱，工作较好，
生活较好。但是无事佫担心，你敢毋知？看伊换车，换迄什么较好的车，我嘛真欢喜。但是佫惊伊呐，佫会惊啦，惊伊心自高，你敢毋知？惊伊心自高去啊咧，所以很两难，你敢毋知？因为对抗疫到迦南地这段的旅程，以色列百姓好亲像一个单纯的空间。咱抗疫真单纯，你无我靠上帝，你活袂当落。兄弟姊妹，当咱你艰苦时，咱拢抓条条。咱即摆有真侪身躯病痛的人，上会抓条上帝，你也毋知？上惊就是你好的时阵，你就袂记得上帝。但是迦南地无共款哦，迦南地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所在，就咱即摆的社会共款。我是想，以色列百姓毋是完全讲喜新厌旧啦，因真正无听上帝去爱迦南地迄个神明。无说嘛知影，你有迄物件的时候，你嘛是来做礼拜啊，你毋是无爱上帝啊。但是你的心改变了。咱看真侪大牧者、牧师跋倒，你什么物件跋倒？你钱的物件跋倒，你管理的物件跋倒，你情色的顶面跋倒。这阵过伫咱教会界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作家婚外情，大家强要跋倒，为什么？他的书影响很多人，但是伊婚外情已经真久啊。当咱人到一个停站的时阵，咱心自高。咱因为外在物件太有吸引力了。恁即摆也是大家知影画牧师吼，我徛伫在正知影画牧师画会人会无共款咯。你要画看嘛？唔当。牧师动算，你看，你徛伫遮规人无共款，是毋是？迄人拢无共款啦，太有吸引力，你敢毋知？自高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啥？谦卑。当人的性命呈现自高的状态时阵，代表伊无想要靠倚靠上帝啊。上帝佫毋是伊性命中的主人啊，伊较是家己性命中的主人。这款的人已经袂记得过去上帝的恩情，忘恩负义。伊已经失去伊的心，伊从伊的心淡掉，伊的心已经胖见啊，伊的心互魔鬼掠掉、控制，然后自大意在讲出什么话？咱即摆社会真侪人拢安尼讲的话，来，咱看17节，吼，17节的翻译吼，大概如果台语较看无，但牧师会讲华语吼，大家可能较听有吼。来，咱做伙来读来，请。行了你心内想讲，得到这个大的基业，是对我的快乐，我的手的能力。华语是你讲哪？当我得到这个财富，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的手、我的能力得来，是不是？这社会是不是真侪人是安尼？你教人，那都是靠我一手打拼出来的。这间教会是拢我起起来，这个教会无我袂使。当人富足，甚至地位提高的时阵，咱真容易展现出骄傲的心态。如今有的拢是靠我家己的力量。其实这嘛是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通病。非常的恐怖，特别咱即摆台湾股市3万多点，哇，叫较恐怖咧！无明白上帝人安尼想，咱未来对伊先大要求。但是当明白上帝的人，佫安尼想的时阵，会真凄惨。当咱过头哩从心思意念
放伫钱财、外在物件的追求的时阵，就会渐渐袂记上帝啊。好日子不会太久的啦。真的是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啊。有时上帝将迄个歹的物件放互咱看，你唔通想伊安尼哦。上帝是还未修理的时阵哦，你唔通想伊安尼哦。当咱失去上帝同在，思念咱的上其他的偶像，外在的物件，金银财宝、地位、关系，成做咱新的生命啊，咱新的上帝。最后性命都无去啊，性命都无去啊。记载29、10到20节，42、29、10到20节，咱家己看。19、10到20节是上帝对咱真大的提醒，真大的提醒。上帝照伊所立的约，上加咱的地，赐予以色列的百姓，互因享受迄地的丰富。上帝引带咱来教会嘛是啊，伊要互咱上好，拢要互咱。咱爸母哪有可能上歹互去囝儿咧？但是我知影爸母会偏心，因为咱心是偏的嘛，所以爸母会偏心是正常的。较听这个，较无听这个，就对这个较好。重男轻女，还是爱那一定会。但是上帝袂。上帝互咱丰盛，是要互咱更较温群来服侍伊啊。上帝互咱有丰盛，是要互咱服侍上帝，互咱要上荣耀归乎上帝的生活，咱归荣耀互上帝的生活。无数知影这无遐尼简单。咱基督徒个爱安尼，咱来将咱有诶，咱来归荣耀互上帝。当咱丰盛的时阵，咱唔通袂记。咱犹原爱感恩，但咱人却常常因为物质上生活的好业，咱就容易贫惰、放纵，最后陷入了物质万人的陷阱内底。亲爱兄弟姊妹，你感觉人安尼来回报上帝，感觉有道理？应该是无道理啊。咱一般咱的社会风俗拢嘛，你教人爱友好父母，食果子爱哪？拜寿呢？食果子拜寿头，意思嘛是我们要感恩，要图报。所以无数唔知影你即摆信仰的心理的状况是啥物？你甲上帝新的一年，你甲上帝是亲密的，还是你感觉上帝你的心离上帝真远？好消息是安尼，虽然人是安尼回应上帝听，伤了上帝的心，咱在座拢加减一定会，无数嘛是会，咱拢会。但上帝同款亲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内底迄个老爸，已经有耐心去等待外口流浪的迄个囝儿转来，等待因回头，互因会记得起初听主迄个心啊。咱做伙来看今仔日一段经文，11节到18节，11节到18节，咱做伙来读来。你着谨慎，免得你袂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无守伊的诫命、法度、律例，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总是恁着18节来18节，总是恁着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你得到大贵业的亏难，是伊互你，要正伊对你的列祖救抓伊约。亲像今仔日的款，上帝对古早到现今犹原怜悯伊的百姓。上帝愿意击破，用3令5申来提醒咱来悔改、爱越头。信心常常用讲袂出的吐气替咱祈祷，提醒咱。人会袂记的，
但是上帝一直会记得，因为上帝对于咱的疼是无限的疼，无限的疼。甚至上帝是愿意将伊独一的囝耶稣基督显示给世间人，互愿意相信伊的人被沉沦，反转得到救。阿门。新年新的愿望，新年新愿望是以前牧师里第一个主日所讲的题目。真紧，2026年已经过3个礼拜。感谢上帝，过去一年对咱建成教会各项的养赐，毋是教会，咱每一个人拢有，咱毋通袂记的。今日牧师拢有咧中调一寡文字，大家讲，牧师你今天在玩文字游戏哦，毋通袂记的。而新的一年，牧师嘛看到中集。一个新就任的团契会长，他们有记得就任的时阵，甲上帝所立的约。虽然3礼拜尔，但是牧师拢有咧注意。阮这个中职同工团契会长，因有集中负责任，带领兄弟姊妹开始伫做做的事工顶面来计划参与来进行。虽然甲3礼拜时间，可能各项的事工。团契的聚会中间，展现出伊的同心合意。牧师会知影讲的，在新的团契会长，大家拢真认真。有真侪人，真侪教会宗教小组，但是牧师要叫做团契小组。宗教小组是哪？伊个小组长一定要非常的优秀，但是咱的团契。会长，咱毋是讲伊上优秀的，咱做2档，咱就换来，做2档换掉。安尼有啥物好处？大家拢有机会来操练，机会操练。咱看了今年，咱团契会长几乎全部换新的。牧师看了因真正有真正会认真来起做荣耀上帝教会，彼此相听的教会。带领咱的团契会长、会友，兄弟姊妹伫中间受操练，努力来透过礼拜、透过聚会、透过活动来保守咱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咱的心常常互世界掠去，来保守掉，甚至将已经放弃迄个心，帮忙咱兄弟姊妹搁掠转来，无受这个世俗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受一寡借口的影响，兄弟姊妹，新的一年，愿咱勇敢回应上帝对咱建成教会的呼召，嘛对你的呼召甲使命。咱活出基督门徒的款式，就是你拄着困难艰难的时阵，甚至应有来的时阵，咱唔免惊，上帝怜悯甲恩典拢甲咱伫地。上帝怜悯拢甲咱话，咱要做的就亲像咱等下要唱的回应的诗歌。每日咱只有信靠主，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你也知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的软弱。感谢主。你无算小阮的歹，你今仔记着你甲阮所立的约，你要守护阮丰盛的性命。愿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阮当心伫新的一年，阮爱记着主对阮的恩典，阮毋通袂记的。阮会将主互赏赐互阮的恩赐、才能、恩典，来回应主你的疼。诚做一个主通采用的器具，为了主
阮来跑走头前的路站。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474首，信息474首，每日只有信靠主，请咱起立来吟。请坐，请招待者来进行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
请坐。讲到咱来看旧部顶面，愿咱毋通袂记伫上帝救赎的恩典，咱来凭着信心、勇敢领受耶稣基督所手术的法的方式。咱来为基体王兰玛、辛淑慧、陈德明、赖清光、黄仁和、林春枝、杨若琳、林以诺、杨志坚、李雅娜、陈怡君、吴以轩坐月子中，婉柔待产，子瑜一样待产。那牧师妈已经出院，伫厝静养。公丢老娘还有咱爱珍叶婆婆进前归心为遗嘱，咱来祈祷。咱为教会财务检查顺利完成，愿主保守咱伫小事中心，愿咱手所做的工，拢会当荣耀主的名。咱为海峡两岸，为以巴、俄乌、伊朗内部的示威，它镇压中东区域性的稳定，求助人民将还。请咱出声，咱来为这的事项来祈祷。请阿爸爸上帝，求主修属万有汤水，也给点信心，欢迎感请求他求耶稣基督修属是红色为画面，万是名义的红色，让天主的力量大5万。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特别为着万定感谢你，欠咱灵魂软弱，你调用中的兄弟姐妹来祈求，你知影因辛苦会听，你也看因心来听呀，主啊，我求你亲自做因的一滴，也有你心存天堂所在，求你修属平静，他平稳，你心来回应怎样？这种软弱的时阵，你的稳定够因，所以你刚等待地的，主啊，感谢你，我那边为教会先来沟通，为别的我们教会好为这反转条会当咱教会为大家看主，感谢主啊，我们就感谢你。亲爱阿爸爸上帝，求主修使阮有单纯、甲坚定的信心，互阮勇敢亲手领受耶稣基督所享受迄份满满丰富的活命，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丰盛，重新得到力量甲5万。主啊，我要特别为着阮中间身体欠安、身体软弱，有伫咧调养中的兄弟姊妹来祈求。你知影因身躯的痛，你也听见因心内惊吓。主啊，阮恳求你亲自做因的医治者，用你的信手去摸因痛痛的所在，求你手术平静、甲安稳伫因的心内，互因知影。伫上软弱的时阵，你的稳定有够因用，你的疼自头到尾拢甲因同在。主上帝，阮也要为着教会圣工来交托，2月8号要召开互会，这是阮全体会友同齐关心教会未来的时刻。求主小事合一的心伫阮中间，也保守目前的财务检查工作，互一切检账工作拢会当顺利完成，互阮所做一切，拢是要为着建立你的圣殿，互教会加做尽量的祝福，见证你的荣光。最后，主啊，阮看到这个世界充满混乱，阮的心真正是毋甘甲震动。我要为着万国的平安来恳求。主啊，阮毋愿看到战争的炮火，将遮的性命、财务来毁坏，阮毋愿看到无辜的人民失去性命甲财产，亦无愿看到囡仔伫惊吓中流着目屎。主啊，你是和平的君王，求你来煞遮的怨恨的火，引出列国的领袖行伫公义甲人民的道路上。
求你互即块土地莫阁有惊吓，但有平安大喜乐。主啊，我要照你所教示的主祷文，三甲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伫传阮入伫试，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本周的聚会活动甲等等节目者，请咱大家注意来看，事先来做准备。大多的事项，请咱等于到厝咱逐工祈祷，咱继续来关心。教会消息，本主日知美牧师伊甲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团契会长受职就任，有召开小会。第二点，后主日1月25，咱中执会有同意要开放泰雅尔总会龙泰教会来稳堂，进行建堂募款甲义卖，请咱为着后礼拜咱龙泰教会会更建堂的需要，咱做伙来关心奉献。第三点，请大家注意甲各部各团体，咱来到旧年2025年曙光的报告，今年2026年曙光的计划预算。请到今仔日截止因为我要印合会手册麻烦大家注意这时间。后来是感谢正兄姐对爱参即个奉献甲付出愿主亲自纪念，互咱即个帖伫咱的教会中来播扬愿主纪念大家贴心祝福咱所食咱所用，拢会当诚做彼此的祝福。所以爱参咱今年旧年有写今年会当开始交你所写的几周你将钱算好交干事咱会当就是入账方便入账麻烦咱注明为着爱参基金爱参基金你的奉献袋请注明你为着爱参基金来奉献。咱来看团契消息，1月23拜五上午10点，上年团契伫1楼聚会，主理是义杰牧师。1月24拜六下午3点，妇女团契聚会，分享是陈哲新神学生。我来具体消息，好消息这是咱幼好执事大玉山姐妹，要伫3月7号拜六上午10点，要去龙兴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有邀请咱义杰牧师证道。担任本堂的圣歌队献诗，礼拜后要伫基宴会馆民权店要举行午宴要方便咱的新人安排遮的相关事宜，所以咱会当参加礼拜还是午宴的会友，请咱爱甲伫1楼柜台登记。第二点，真儿细兰姐妹，这是爱珍的婆婆伫1月9号安息主怀，99岁咱有要定伫1月24拜六上午8点，要伫第2殡仪馆志美2厅要举行告别礼拜，火化了安葬伫桃园平镇家族墓园。咱来当去参加告别礼拜、甲安葬礼拜，请咱伫柜台登记，可能有车辆要安排座位，请主来安慰咱的遗族我来奉献的名字，请咱大家看毋对，请去搭会计出力跟进。请咱今日来吟信息第510首，信息510首。See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2022年行入主的真理的路上，毋通忘记主的恩典，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要到闭会，